讲到嘉义水上是台湾中南部上大的仙草产区，为着要推广地方的产业，水上是特别举办仙草节活动，配合社区研究出一些产仙草的好食物，嘛设计导览活动，让民众透过仙草来熟悉在地文化。 配合老师的说明，参加行塔的人唔通参观地方的庙寺，搁伫庙埕用仙草来做物件。嘉义县水上乡举办的仙草节活动，带参加的民众来了解台湾第二大种植仙草的产区。要食猪肉，唔捌开猪咧行路，唔捌食仙草茶、仙草冰，唔捌看仙草站。今仔日来遮，互大家认识，这是足好机会。 嘉义县水上乡仙草种植面积将近14公顷，是中南部生产仙草的产区，受到顶一阵风台影响，大约造成6成外的损失。为着要来推广在地产业，乡公所争取农村水保署的补助，举办活动来销解仙草的特色。农民啊，伊嘛毋是讲假种尔，伊即摆嘛知影讲伊的物件，会当佮透过包装，有新的通路，而且呢，佮会当互带动人潮，有人要去买到水上乡。仙草其实足济吼，拢去互水浸死。 啊，为足一区嘛无收，所以村头剩3成，吼所以即摆今年农民吼，计数做好，因为厂商拢随，你只要有，伊就随来再造啊。乡公所表示，因为风台的关系，今年仙草花开的状况无讲介好，所以今年仙草节的活动以地方产业的历史甲社区市容教育做主题，希望透过浸水池的内容，唔但提升乡内产业的环境，嘛向民众推广在地特产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